再来看目前咱台湾的育儿留职停薪，一摆至少爱请30日。劳动部按算讲6月要开始试办，上底一届会当请5天，提供好春秋的育儿假。早起有立委甲民间团体是呼吁讲，上好是开放会当来请点钟，互家长方便。劳动部表示讲，试办期间会收集意见，再过来检讨。台湾生育率下降，政府提出办法抢救。现行台湾的育儿留职停薪请假，一摆至少爱请30天。但是上底30天的假，对劳工企业来讲，拢无够灵活。亲像拄着囡仔因为长病毒临时停课这款短期照顾需求，30天就嫌伤过长。劳动部当咧规划试办单性育儿留职停薪计划，通以5天做单位来请假。不过，立委甲民间团体希望会当以小时来做单位。幼稚园阶段事实上是我们请假最多的。一下碰到肠病毒，大概就是要这样子的时间点。针对这个示范研总，我们要收集意见，让它更完整啦哈。劳动部表示，原底计划5月初1要实施，但是因为各界有无同的建议，统整了后按上月6月份开始试办。目前实施对象除了经济部、交通部、卫福部、劳动部下卡的事业单位以外，也发函予工商团体、科学园区工会甲银行工会鼓励试办。目前已经有63间公司企业愿意试办。民间团体希望政府要趁这摆的机会，推出适合台湾的方案。他想透过这个示范计划，收集哪一些具体的统计跟执行的访谈资料，那让大家透过这个示范计划，是真的能够对于下一步的这个修法推进是有实质的一个参考资料跟贡献。因为产业别的关系，有些产业它本来就是比较 prefer 就是这个弹性的运价。葫芦新地基咧，亲像金融业的劳工较接来去，对单身育儿留职停薪这块计划适应能力就较悬。妇女团体希望劳动部趁这摆试办计划，收集到一寡产业较有意愿使用这款假，相关族群较接使用，做出统计，未来就通提出有路的修法，符合劳工雇主的需求。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